2026年8月25日，美國鄉村音樂天后 Dolly Parton 喺田納西州納什維爾 Nashville 安詳離世，享年80歲。今日嘅美國，不論係政治、文化定係貧富差距，基本上係極度撕裂。但偏偏 Dolly Parton 佢既可以獲得保守派鄉村音樂聽眾嘅極度擁戴，又可以成為前衛流行文化同 LGBT 族群嘅精神圖騰。佢既係一位賺好多億美金嘅富婆，亦係捐咗幾百萬本圖書資助疫苗研發嘅慈善家。點解一個出世喺連水電煤都冇嘅田納西貧困山區嘅女仔，可以打破所有社會階級嘅藩籬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首歌到底係點樣從一首告別嘅歌曲變成美國歷史上最賣座嘅版權之一呢？1946年 Dolly Parton 出生喺田納西州 Locust Ridge 嘅一個木屋入面。佢屋企有12個兄弟姊妹，老豆係個農夫，屋企窮到連醫生費都俾唔起，要用一袋粟米粉嚟抵代接生費。但 Dolly 從細個就知道自己要走出貧窮。18歲嗰年，佢拎住個包袱去咗納什維爾，捱到1960年代尾，鄉村音樂巨星 Porter Wagoner 邀請佢加入自己嘅電視節目 The Porter Wagoner Show， 兩人組成咗黃金拍檔 Porter and Dolly。Porter 係佢嘅恩師，亦係佢事業嘅推手。但到咗1973年 Dolly 意識到，如果自己繼續留喺 Porter 嘅身邊，佢永遠只係 Porter 嘅一個女拍檔，冇法子發到圍，所以佢決定離開。Porter 當然唔開心啦，認為 Dolly 忘恩負義。Dolly 於是喺一個落住雨嘅陰陰天，坐喺鋼琴前面寫咗呢首經典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首歌根本唔係寫俾情人嘅，而係寫俾佢嘅恩師 Porter Wagoner 嘅告別信。If I should stay, I will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ach step of the way。 第二日 Dolly 將呢首歌唱俾 Porter 聽， Porter 聽完好感動，熱淚盈眶咁話：好，你可以走，但條件係呢首歌必須由我嚟 produce。 唱片一出，立刻登上 Billboard Hot Country Songs 嘅冠軍。更神奇嘅係1982年 Dolly 重新錄製呢首歌，居然再次登上同一 Billboard 嘅冠軍，創下音樂史上嘅紀錄。講返轉頭，喺70年代中，搖滾巨星貓王 Elvis Presley 都睇中咗呢首歌，好想翻唱。貓王嘅經理人 Colonel Tom Parker 揾到 Dolly， 開出一個條件，佢話貓王可以唱呢首歌，但必須轉讓50%嘅歌曲版權 publishing rights 俾佢。喺當時，能夠被貓王翻唱係無數音樂人夢寐以求嘅至高榮譽，代表住源源不絕嘅版稅同名氣。所有人都叫 Dolly 落答應承，但呢個當時只有20幾歲嘅鄉下妹，居然斬釘截鐵咁講咗聲 No。 佢話呢首歌係留俾屋企人嘅遺產，唔會轉讓1分1毫嘅版權。呢個決定喺當時被視為好揩嫌錢聲，但歷史證明呢個 No 成為咗娛樂史上最英明嘅商業決定之一。聽到呢度，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記得俾 like、訂閱、留言、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你嘅每一次支持都係令我可以繼續嘅動力。到咗1992年，荷里活開拍電影 The Bodyguard， 當時 Kevin Costner 係荷里活最頂級嘅男主角兼電影監製，而 Whitney Houston 係天后級歌手。喺原本嘅劇本入面，電影大結局嘅主題曲係揀咗1960年代 Motown 經典名曲 What Becomes of the Broken Hearted。Whitney 甚至連 demo 都唱咗，點知喺臨門一腳，電影就嚟拍完嘅時候，製作團隊先至發現，原來1991年嘅另一套電影 Fried Green Tomatoes 竟然早咗一步，用咗呢首歌，仲推出咗單曲派埋上榜。就喺呢個時候，男主角兼監製 Kevin Costner 提議，我有一首私人珍藏嘅歌，叫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係 Dolly Parton 唱嘅，不如試下呢首啦。呢個提議一出，即刻俾 Whitney 唱片公司 Arista Records 嘅大老闆 Clive Davis 同唱片製作人強烈質疑。唱片公司班高層覺得好奇怪，同 Kevin 講：你有冇搞錯啊？ Whitney 係 Soul 同 R&B 嘅流行天后，你叫佢去翻唱一首白人鄉村歌手嘅抒情歌，呢個實在太冒險啦。但 Kevin Costner 獨具慧眼，佢極力堅持，佢仲提出呢首歌嘅前奏一啲樂器都唔准加，要 Whitney冇伴奏清唱開頭，
唱片公司聽完全部嚇傻。清唱流行歌前奏清唱10幾秒係商業大忌，因為電台 DJ 隨時會 cut 歌。但 Kevin Costner 話：我唔理電台播唔播，喺電影入面呢個女主角係要唱俾佢心愛嘅保鏢聽，冇伴奏清唱，先至能展現出佢對呢個男人嘅愛意有幾咁深，有幾咁真實。之後唔使講，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呢首單曲喺 Billboard Hot 100霸佔咗冠軍位置足足14個星期，打破咗當時歷史上留喺榜首最長嘅紀錄。The Bodyguard 嘅電影原聲帶喺全球賣出超過4500萬張，成為歷史上最賣座嘅電影原聲帶唱片。當 Dolly Parton 喺收音機第一次聽到 Whitney 翻唱版本嘅時候，佢自己都嚇呆咗。Dolly 喺訪問入面講：我當時開緊車，收音機突然播呢首歌，開頭清唱嗰陣，我完全冇意識到係我寫嘅歌，直到首歌唱到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嗰一句，我打晒冷震，差啲撞車，因為 Whitney 嘅聲音實在太震撼啦。就係因為 Dolly 喺20年前堅持保留咗100% 嘅 publishing rights，Whitney 每次賣出一張唱片，電台每播放一次，版稅就源源不絕咁入落 Dolly 嘅戶口。Dolly 後來仲幽默咁講：我好感謝 Whitney， 因為佢唱呢首歌賺到嘅錢夠我買到半個納什維爾。Dolly 攞住從 Whitney Houston 版稅賺嚟嘅錢，走去納什維爾嘅一個黑人社區，買咗成座商業大廈同社區中心。Dolly 話：呢座物業係 Whitney 幫我起嘅 ，The house that Whitney built。我想將呢一筆來自 Whitney 嘅錢重新投資翻去佢嘅族群同社區入面。呢個就係 Dolly Parton。佢唔單止係一個歌星，佢更係一個識得用商業智慧去做善事嘅慈善家。好多時一個人留低嘅遺產唔係佢喺銀行裏面有幾多個零，而係佢對呢個世界留低咗啲乜嘢。Dolly Parton 建立嘅 Imagination Library 每月免費寄圖書俾全球0至5歲嘅細路仔。截至2026年，呢個計劃已經累計送出咗超過2.4億本圖書。仲有2020年全球疫情大爆發嗰陣，Dolly 靜靜雞捐咗100萬美元俾 Vanderbilt 大學醫療中心。呢筆錢直接成為咗 Moderna 疫苗研發嘅關鍵種子基金之一。Dolly Parton 用佢嘅一生證明咗，你可以着得最誇張、戴最 outsize 嘅假髮，但只要你嘅心係良善、真誠嘅，你有精明嘅商業眼光，你就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加美好。Dolly 一路好走 ，I will always love you。好啦，如果你想分享對今集嘅睇法，歡迎喺下方留言話我知。記得俾 like、訂閱、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